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中部地区限水，送水5天，停水2天，进入到第6轮了。但是这个彰化市的民生里，因为是伫广线的上尾段，所以送水无稳定，甚至一礼拜只有1天是个正常来送水。这个住户甲店家真压哀，讲因拢变做厝顶公民了。现在的声音就是完全抽不到水。 水压收机，就算抽水莫打拍开，嘛抽袂到水。来到厝里，赶快就走开碗盘，炖3天无洗，啊变所有水该四界去照。这些都已经对，这个都空的，那等一下还要再去装水，完全都没办法。那1个礼拜要装几次？数不清哎。 彰化市的民生里三面路迄颗梨啊，虽然是中午停利，不过这是广线尾段，定定爱到礼拜四下晡才有水。住户佫讲水变少，即马1礼拜刚有1天正常供水。第2轮开始吼，就拢公3停4。上礼拜说只来礼拜5。我个无水莫打，当然小气啊。 因为水压收细，就算抽水莫大换大粒的嘛无效，买水塔嘛欠无水，店家拢走去买水，水道水公司伫咧巷仔内底加设供水站，卖派人去住户了解供水情形。 从5月7号到5月10号的水压都是很正常的。不供水以后，我们会去做一个了解，说它的水压的情形。台中本来逐工支援彰化供水8万吨，即马讲供无够6万吨，水公司嘛无法度，讲希望天公伯加落雨，欠水问题才会当改善。